妈的，想逃！啊，你那本葱是大的呀。在这个岛上面，唯一有资格帮你取出子弹的人，就只有军医。不严重，有节制的吧？那是机哦。本来是免，要我大家排讲啊。全世界没得一个监狱有政治犯医生。那是先生，没医生。呀，那个点信任。同学，你安尼甲我放唔到，你我麻醉3，挥动通哦。你们不是来交朋友的，是来做思想改造。我同侬就在手里，该是得我哪里来？真没有理由的啦。我上网 OB7 卡做条马给哦。你娘子来，我告你啊！蔡业比夫雄黄猛常有名，在这儿您不杀时间，时间就会杀死你。唔係殺人，你係要福砍人呢。多少度啊？請唔照顧危嘅調用天氣。按照这个。Hello， 好，有了。哎，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汤生荣。我今天跟2个王牌一起在这边跟大家聊聊天。那左边是王师，王师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发行人，然后行销奇才。好了，够了，谢谢，谢谢堂哥。好，他发行非常多片，最近这段期间，像如果大家有看《大盟》，还有这个冠军之路，都是还在上映哈，请大家支持这样。然后陈忠导演在这2年的作品还蛮多的，去年有我们6个，还有星空下的黑潮岛屿。好，那我陈忠跟大家问个好吧。大家好，我是传忠。好，那其实今天我们有一个主题啦哈。那因为我长期在做影视的制作，如果大家有看过我做过的一些东西的话，也许大家可以回想一下，麻醉风暴2，然后还有我们与恶的距离、火神的眼泪、茶金、谁是被害者、模仿犯。还有去年的还有画外之一，好，这边有书，还可以去买一下小说，然后等等哦。那其实我们公司大概就是做的蛮多元的内容，主要是类型的故事为主，但我自己也会根据题材、根据喜好，我会出去找一些合作的案子哈。那这个就是我个人的简单的介绍。好，那我们今天想要谈的主题是时代的回声，影像如何重塑台湾的大时代。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台湾的社会在到了今天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多元、我们的热闹、我们的缤纷，我们自由民主的社会下，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很自由的创作。所以对创作者来讲，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方向，我们其实有了好的投资，我们基本上都可以成型哦。那所以基本上对于我们这种创作者来讲，我们期待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我们想要表达的，我们想要跟社会沟通的东西，借由影像的形式，借由故事方法跟大家来沟通这样子吼。那刚好我去年就拍了那张照片的我们嘛哈，然后传忠跟我一起合作了这个星空下黑潮岛屿。那王师这边当然就是大盟的发行，我们刚好是不同的位置，但是就是说我
我们今天想要透过这个方法来大家试试看，来了解一下，就是说，当我们选定一个大时代的题材，我们从什么样的思考入手，我们怎么让它成为一个观众看了以后有感动、有感受，然后甚至为了看完这个片子，愿意接下来去研究那个大时代的人事、史地物跟历史，啊，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过程，这样子哈。好，那首先开始的话，我想就是从我这边先讲好不好？因为我这几年拍了一些时代的片子，其实也不止这几部啦。就是说，当然就是以时代的片子对我来讲比较麻烦的是，就是从题材跟填调开始啊。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茶经》哈？《茶经》的话，基本上谈的是一个时代的一群人，这群人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茶叶哈。那从茶叶这样一个当时台湾很重要的一个经济作物呢，绕开来的一个时代故事。那里面呢，当然它碰触的题材也非常多元。那它其实也跟我想要常常要创作的东西一样，就是说，当我们选定一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希望它放在时代的脉络下面，它可以看到更多元的面向哈。所以这个是我在创作上很重要的，因为一部电影里面，一个故事里面不可能只有一个人、两个人，他可能会有各贩夫走卒，会有士农工商，有各式各样的人。所以这个状况下，我们就必须要把我们的故事的主角、配角们放进去之后，去看那个时代下的各种人的样态，这样子哈。那张照片的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透过一个照相馆的女儿，她从小因为在自己照相馆里洗照片，那当有一个韩国的跆拳道的这个教练来的时候呢，他打开了他另外一个世界，好，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放在1977年有经过了一个中立事件，好，有经历了非常多台湾的这个在选举过程中的一些状态，看看这个少女的成长啊，那大概就是那张照片里面谈的这个故事这样子哈。那陈忠要不要讲一下星空下的黑潮岛屿这样的故事？好，我稍微做个小填调，就是有看过《星空下黑潮岛屿》的，帮我举个手吧。还不少啊，不少 ，OK， 谢谢。那个，其实做这个题目之前，我可能跟制作人不太一样，就是很多人会有一个雄心壮志，说我要帮台湾写历史，我好像要替台湾的社会做一些什么。那其实那个时候做星空，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起心动念是，我看到一张照片，然后那张照片是一个报道的照片，然后报道照片是一群军官跟人犯的合照。然后就是军医的合照，然后我看一看就觉得，哎，这张照片有一个 make up， 就是说他们把人犯医生摆在中间，就是一个小小的 make up， 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戒严的时候，照理讲就是那种辈分应该会非常的分明，可他们为什么会把一个被抓到绿岛去关的人犯，就是光头人犯站在中间？就如果你不讲，你会觉得这只是一张合照而已，可是对我来讲，就是哎，好像看到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就从那张照片里面开始去挖，然后挖那个故事。我那时候才发觉，我做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是38岁、39岁，然后我就发觉，其实我没有看过这个故事，我很惊讶哦。我自己都自认是一个我对于白孔、对于一些所谓台湾近代史算是理解的人，可是我竟然不知道，1951年到1965年，曾经有一群在228没有被处死。到绿岛去做思想犯的人，在那边被关了15年之久，而且那一群人，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被抓到绿岛。绿岛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接近像兰屿的状态，就是荒芜的状态。那绿岛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小岛，就是因为他们有黑潮嘛，他们基本上就是一年大概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是交通是顺畅的。那在交通不顺畅、黑潮来的时候，他们只能够靠着本岛的资源自给自足。那本岛的人都吃不够了，突然一下子又来了2000多个人犯加军医加军人，他们到底要怎么活？然后就是因为那群人犯当中有人是知识分子，有医生，有农业学家，有各式各样的学者，所以他就帮忙，就是与其在这边自生自灭，不如我就跟着大家一起共荣。所以就是能看病的就看病，盖医院、盖学校，然后把土翻过来。重新种作物，就把整个绿岛建设起来。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故事，我觉得很热血、很感动。可是我发觉，我在我38岁之前的人生，我不晓得这段故事。
那我自己就觉得很惊讶，然后就觉得我们一直都觉得说台湾好像只能够拍小清新电影，我们只能够拍偶像剧，我们只能够拍那些校园剧，但我们只给自己没有办法拍大叙事的理由是说我们没有历史，我们没有故事。可是这不就是一个现成的故事吗？那为什么在这之前，在38岁我2018年之前的人生，我没有看过一个这样子的故事题材？所以我想说，既然没有人做，那就我来做。一开始也没有想到会做到这么大哦。我那时候其实还只是个小导演而已哦。我单集最高预算没有超过450万，单集预算很低。可是黑潮做到后面，当然中间有很多的过程啊。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买一下那个黑潮的幕后制作书，这样子。时报出版 ，OK。到最后，从2018年写下第一个字，我就这样子走了8年。我到去年的2015年5月、4月底，他才正式的跟大家见面。然后这中间也从单集的几百万到现在总预算117。那我讲这故事，其实是讲说，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要参与一些所谓的社会转型正义，我是不是需要很多的资源，或者说我需要有很大的野心？但我觉得有时候是你只要有感受就好了，你先不用去想说这件事情会带你走到多远。如果它是正确的，如果你是有心的，大家就可以慢慢。我在写的当下，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个新生训导处有办法被搭出来，完全没有。那时候只有想说，用最省钱的方法去拍，找一个实景，稍微装潢一下。变成像那个样子，然后像那个样子去拍，就这么简单而已。纯粹是想要把故事拍出来，没有想要把故事拍得那么大。但是因为中间经历过很多过程，就片子会有自己的命运。慢慢的，他就到最后，因为疫情停拍，然后最后客台加入，我们才有这么多的资源，可以把整个故事再讲得完整一点。然后这些东西的起心动念，其实就只是纯粹一种自己觉得好像我没有听过这个故事。我想要做一些台湾还没有做过的故事，就这么简单。陈松，我想也跟你讨论一下。其实，如果有看过这个片子的话，这个片子的时代是设定在1950年代的绿岛。然后绿岛我们经过了很多的田调嘛。其实，在绿岛上面的政治犯，其实光这个族群的人种就很多。比如说，他有40%以上是外省人，然后有30%的客家人，然后呢还有一些所谓的台湾的喉咙郎哈闽南人台湾人这样子30%，所以说其实它的组成的成分就蛮多元的。当然也不只是军官，也有一些所谓当时的这些我们叫新生的这些所谓的政治犯。那其实在一个戏剧的运用上面。我们当初有讨论过要怎么去呈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这个东西会不会造成你在工作上的一些困扰，或者说你用什么方法来推动？困扰是一定有的，因为它很麻烦。就是我们有日语、客语、华语，然后华语还有各地的腔调，然后每个腔调如果不想要让人家觉得说你没有做功课，你没有做田调，你就必须要有一个老师定在后面。所以基本上我们每一个语言都找了一个特定的老师来帮助演员们去做到尽量正确的腔调这样子。但对我而言也是个挑战，因为我在拍黑潮之前，我一直觉得语言只是个工具。可是到年纪越来越长，我对于语言这件事情的感受越来越深。我发觉其实语言是形塑我们自己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就是2005年初。我黑潮跟那个照片这2部片子，因为被立委讲说好像都没有客家元素，然后说因为这个原因想要删预算，那片子都还没有出来哦，就是指责这件事情的人，连我们片子长什么样子都还不知道，就直接觉得说用这个题材否决了这个案子。可是那时候我就跟汤哥讨论，汤哥那个时候就讲一句话，就说语言就是这个文化最重要的元素。对，难道我不知道？难道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立法委员希望我们拍一个就是穿染染，然后吃糍粑，然后在那边唱客家山谣的歌的剧吗？这种符合所谓客家刻板印象的剧吗？当然不是。我们当然是希望说，当然客家语言很重要，而我们黑潮在语言上面的使用，其实客语都超过了80%。对，这是最基础的。
然后在这基础之上，我们再去慢慢去叠加，放了很多的客家元素进去。但除此之外，我们还不只有客家，我们还有河洛人、日本人，然后还有华语、山东跟中国大陆各地各式各样的腔调跟口音。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共融的状态。这件事情现在来看很魔幻写实。我每次重看那个杨德昌导演的《牯岭街少年杀案事件》，就是不同的腔调可以在同一个眷村里面同时发生。这件事情对我而言很魔幻写实，所以这次接到黑潮这种多语言的挑战，对我而言我是很兴奋的。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在看，我觉得台湾反而是比较独特的现象，因为我们有字幕，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作品透过字幕，其实我们可以听到各种语言这样子。那其实，在这么多年来，多语言的这种戏剧，其实对我来讲是不陌生啊。比如说这个《话外之一》哈，这个映客出版社的这个小说，其实我们去年也。这个片子里面有60%的英文，然后有越南，有超过9种语言啦，有广东话，有客家话、闽南语。其实，台湾其实在这个多语言的状况下的生活面貌，其实我们其实很喜欢呈现，因为它代表着我们大家各自的某一些成分这样子哈。那我们这边也聊一下，其实像大盟，其实这个王师这边，今天我来看一下，有看过大盟的举手，哇，很棒。好，那大盟真的是该有，还可以再去2刷、3刷、10刷都有。那大盟在这个语言的就你的了解说，在语言的设定上面，还有学习跟过程上，你们比较特别。比如说，因为我们今天中间有一个柯伟林，他是香港来的哈。那在整个制作层面上，跟想要表达事情上，有没有找到什么连结？像这样的一个时代电影，有没有想要我不知道导演的企图，或者是整个制作团队的企图，有没有在这件事情上有做什么了解？好，大家如果看过《大盟》，也知道《大盟》是一个制作预算超过1亿以上的电影。在台湾，你如果要把所谓的历史的各个层面，从语言到美术到服装，做到一个该有的样子，其实最花钱的可能都会在这些部分，包括一些特效。大家看过《大盟》，也知道《大盟》在这方面花了很大的一个功夫，包括演员。你看方玉婷其实是等于是一个从小受美式教育的小孩，他上一部电影《美国女孩》就是讲英文，他是真是硬学的哈，非常厉害。然后988也是，我觉得看大盟最大的一个感触是，在2025年，其实台湾整个社会解严的日子终于超过戒严的日子。好，我们几年前曾经做过侯导的《悲情城市》的数位修复版。但是我就有一个感想是，其实，在1989年当时跟在2020年代看《悲情城市》感觉是完全不同的。1989年的时候，那时候新闻局长还是邵玉明，好，那时候拍这个片还是有点危险的，得奖就更危险了，当然更危险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一种竞技性，然后有一种好奇，哇，台湾有人拍228，用什么方式来呈现？为什么他会得到全世界3大影展之一威尼斯金狮奖？那个好奇心跟竞技感造成了当时极大的轰动跟票房。可是过了20多年，台湾经历过了这么多次总统民选，无数次的地方县市长民代的选举，然后也经过多次政党轮替，每一年228也有相对应的纪念活动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看《悲情城市》的角度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自己在做发行的时候，我其实很关注的是，我们在这个时代，不管是去制作或发行一部谈论台湾历史的电影的时候，它的当代性到底是什么？那个急迫性到底是什么？我每次谈相关的题材的时候，我都很喜欢举一个例子。大家应该都看过宫崎骏的《神隐少女》，里面这个小千她的名字被汤婆婆给收走了，然后最后到的片尾的时候，那个白龙，白龙的本名好像叫陈早见琥珀主，他跟小千说，你要取回你的名字，你才能找到你回家的路。其实这跟历史是一样，台湾过去的历史，不管你从现在回溯100年、300年或者400年，它经历过不同的民族的统治，然后自己岛屿的主体性其实长期以来是被压抑的，也只有走到我们能够选出自己的领导人的时代，我们才能从自己的主体性去诉说一个属于台湾人民观点的一个故事。所以我常常会讲说，就是这些故事如果不由我们自己来说，你不说出自己版本的故事，而选择让别人帮你说的时候，
请相信我，那个绝对不是你想要听到的版本，而且在里面你可能会描绘成一个坏人，好，你可能会是反派，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书写历史、拍摄历史、谈论历史，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底层的原因是要对抗遗忘。你对抗遗忘，你记得之后，你才有主体性，你才知道从台湾出去的世界史长什么样子，而不只是依附在中国史、东亚史里面，你才有可能决定自己的命运。这讲起来非常非常的大，可是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做历史还有个很重要的意义是，其实必须要采取更贴近当代以及一般观众的一个叙事策略。刚好跟汤哥跟传宗聊，你看日本在战后 NHK 所谓的日本放送协会，他每一年会用当时最高规格的预算拍摄大河剧。啊，每一个礼拜天播，然后有些拍幕末，有些拍元平之战，有些拍战国，甚至开始有些拍企业家。好，其实当时目的很清楚，要重建日本战后的整个民族自信心，重建这些典范人物跟成功的一个故事。其实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都是一样。当你在写实的基础上逐渐建构了一个属于比较贴近史实的叙述之后，开始做各种的翻转。开玩笑说，美国拍林肯有丹尼尔戴路易斯这个很写实的版本，然后也有吸血鬼猎人林肯嘛，人家你可以玩到这个程度的。或者说日本在做日本战国，他开始甚至把战国武将把它变成猫咪，好，或者把上杉谦信说他可能是女的。那我们还没有办法走到那一步，我们光是要把台湾历史上重要的事件跟人物，用一个比较诚恳写实的方式拍，就还有很大的工程要做。那中间三不五时会有人来恶搞你嘛？好，那个最近我就有个恶搞的例子，我就不说了哈。没有取得当事人同意，然后想要恶搞台湾历史上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惨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做台湾历史是有它的必要性跟急迫性。我再多讲一句，我们今年有一个筹划4年的案子叫《甘露水》的剧情片，获得文化部的补助，它是一个制作预算1.8亿台日合制的一个案子。那时候我们也是在大概4年前，因为看到了台湾美术史的学者林曼丽所策划的光的展览，才终于知道黄土水，知道甘露水，然后知道台湾美术史。那我们很多团队被那故事打动。当时我看到林君阳这边打卡，我就突然说：“你想拍吗？”他说想。然后我跟他聊过，他觉得有个急迫性，因为没有人知道2027年会发生什么事情，2035年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在我们还有能够呼吸自由空气的时候，要尽一切的力量去对抗遗忘，建立我们的自己的主体性。对，好，我觉得如果后面才加入，我们在这边强调一下，我们这场的主题叫做时代的回声，影像如何重塑台湾的大时代。那我们3位都是在这个影视产业工作者啊。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对于在用我们的擅长的工具来诉说在台湾的大时代这件事，会跟着文字不太一样。我觉得文字的想象空间可以写得很细可细，可是一旦要拍出来这件事情的时候，难度其实是超过大家的想象。不过，也许这件事会有改观，因为接下来会有 AI 了。接下来我觉得接下来可能每个人都要开始学习用 AI 来叙事。不过在这个之前，我们至少我们在重塑这几部片子的时候，我们确实也需要有一些新的方法，尤其是怎么去找到这个时代脉络下的一些故事动线。不过我觉得不管是大盟、星空下海潮岛屿，或者是那张照片里面，我觉得我们都有找到一个很好的点，就是我们从小人物出发，就是我们写大时代的故事，我们从小人物的生活样态、他们的食衣住行娱乐、他们内心最多的焦虑，来带动观众进入到故事里面哦。就比如说我自己讲一下那张照片的我想问一下，这部电影看过的举手。好，谢谢，也有一些人。那其实1977年，民国66年是一个很独特的年代。那一年呢，其实我们已经听说，就是已经美国要跟中国建交了，那跟台湾断交，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呢，台湾其实在一个动荡间，很多的俄语传出来，所以1977年，其实民国66年，其实那时候刘家昌有写了一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从民国66年起，每个人都要努力。好，这首歌在电视上常常有人在唱哦。他这首歌，如果你们去找这首歌，叫做《民国66年在台北》。那我小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没有什么特别，知道这是一首流行歌。可是后来长大慢慢去看这个歌词，我才知道说，哦，
他谈的就是当时台湾有，你们去看那歌词，他说国难当头啊，什么什么，大家要干嘛？他其实是一个爱国歌曲哈，就是说那个年代其实有一个背景就是那样的状况，可是台湾并没有办法选择不往前走，因为在之前有非常多人跟台湾断交。好，所以当我们要谈到那张照片里我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找到了我们想要做的一个主题，就是中立事件哈。那中立事件其实是一个选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台湾选举的发展过程、民主发展过程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那一年在桃园选举的时候发生了这个作票事件，也造成了这个中立的非常多的这个市民，他们就就是围住了这个中立分局，然后在中间在滋扰当中，甚至放火，整个把中立分局烧起来。翻了十几台的那个车这样子哈，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能够得到讯息就是这个事情。那中立事件当然是牵扯到选举，刚刚王师有提到台湾民主的发展，选举是一个很重要的历程。那这个选举因为这么大的事情，其实也慢慢的改变了台湾在处理选举事情上的一些看法。好，但是我们在想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说，如果我直接去做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很怕大家。年轻人绝对没有兴趣，你不是一个政治嘛选举，可是对于时代来讲，中立事件是一个很重要。它在2年以后，有一个美丽岛事件，在3年以后，韩国的光州事件才发生。那你们知道光州事件被拍的版本非常多，像我是一个计程车司机，还有爱情的什么5月的什么反正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版本拍的光州这个事，可是中立事件从来没有人拍过。那在过去台湾的48年发生这些48年间。台湾有各式各样的戏剧节目，有偶像剧，有历史剧，有各式各样的剧，可是没有人去拍过中立事件，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讨论说，我们可不可以从一些填调的东西去寻找一些脉络，这样子让这个故事成型。所以那张照片里的我们很有趣的是说，我们后来就去找1977年，才发现1977年这么有趣。1977年有一件事情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校园民歌金韵奖。我们后来像民歌最近不是50年吗？大家也有去听。可是校园民歌是改变台湾流行音乐的重要的奖项，因为你们所认识的非常多的歌手都在金韵奖发片，在金韵奖这个像李宗盛啊、齐豫，他等等非常多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他们这群工作者甚至民歌这些工作者后来也成了台湾重要的流行音乐唱片的工作者，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但1977年这个流行音乐。的发行也是一个那年很重要的事情。那这个背后当然有整个台湾文化发展脉络的一个状态。1977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乡土文学论战。我们现在大家在这个书展里面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书，那也有很多是很早期的出版社，像尔雅、九歌，他们都有最近也会有展出。那在当年乡土文学论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认识，就是对于很多从中国大陆来台湾的这些作家们，他们写的是。他们的故土，他们写的故乡，他们写的是他们过去的记忆，这些东西是属于他们自己内心的东西。可是台湾还有一批从台湾长大的，像黄春明、李乔、郑清文等等这些作家们，他们基本上是他们的人生历练是在台湾，他们写的故乡在这里，所以那个论战很有趣，大家可以去找一下这个研究。总之，这个故事里面。这个事情也是在1977年发生哈。那1977年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说1977年我们这个半导体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冻土啊，在那个新竹冻土，我们现在台湾也尝到，就是新竹工业园区的这款在那个冻土哈。1977年还有一部台湾第一部3D 电影，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叫做《千刀万里追》。我问一下，有人看过《千刀万里追》吗？你看过？我也看过。它是台湾第一部3D 电影，就在1977年发生当然，这部电影的男主角叫做谭道良，听过谭道良的举手。好，这是我们这些。谭道良他当时就是他原来的背景就是韩国的这个大统领的侍卫，他是一个跆拳道高手，然后他也来香港跟台湾拍电影。你们知道当他是这个主角的时候啊，成龙跟洪金宝还是他的配角这样子。他因为跆拳道很重视是踢嘛，就是很重要，所以他其实这个其实有在这个电影里面发挥很多台湾的武侠电影里面发挥很多很棒的这个表演这样子。好，他是一个韩国华侨这样子。然后呢，这部电影发生在1977年，可是你看
台湾其实在1970年，在这个文化社会的发展的面向非常非常的多元，可是政治上就只有还是在戒严的状况下，这个中立事件确实在一个推动哈。那我在接下来这中立事件发生的时候，其实在第2天呢，所有的媒体，包括新闻跟电视媒体，不像现在手机或者是大家有网络可以报道，那个时候是完全是没有把这件事情披露出来，只有说选举有纠纷，小小的一篇文章，选举和平顺利。可是呢，我们刚刚说的，其实在中立可是惊天动地的事情，今天中立分局被烧起来了，只有少数人知道，直到大概是1个礼拜10天以后，只有联合报才在这个报纸上面刊录了这个事情，但也没有，你写的非常保守，报名用的词语是这样子，就是用这些方法来写。好，那甚至在我们如果现在上网络上找中立事件的时候，会发现说，中立事件找不到什么照片，所以我们才会想说，那我们总有照相馆吧，中立大家会去拍大头照、拍沙龙照，所以我们就让这个故事我们就去寻找这样的一个脉络。所以透过刚才这些脉络，我们找到几个事情这样子。第一个，中立有照相馆，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叫林大姐的。这个林大姐她当然不是中立人，但是她国小没毕业就洗相片。你们知道当时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是不是会拍的照片都要送到照相馆去洗啊？那我们从这个脉络又找到非常多关于照相馆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希望这个故事放在一个照相馆里面。那跆拳道教练就是我刚刚讲的，其实台湾从1960年代韩战结束之后，当时的国防部长蒋经国就决定把跆拳道引进到这个台湾来，因为跆拳道是一个近身搏斗，在越战就有发挥这种一点效用。他希望台湾的军队可以来训练跆拳道这样子，所以非常多的跆拳道教练来台湾教跆拳道。你们记得台湾第一面这个奥运金牌朱木炎，他就是中立人，对不对？我还认识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叫做陈秋华，他现在是约旦的这个亲王的这个侍卫。约旦的第一面奥运金牌就是他教的学生，你们知道他就是一个中立的客家人。他后来一直告诉我，他其实他的2个月韩国教练一直有跟他联络这样子。好，综合以上，我们就组合出来这个故事了哈，就是我们在这个片子里面有这个照相馆碰到一个韩国来的一个跆拳道教练，然后呢，中立事件呢，死了2位的这个因为被流弹打伤了，其中一位学生就是这个中央大学的学生，所以我们就中央大学的吉他社我们也去调查了啊，所以就把这些元素，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故事里面啊，这就是我们在形成这个故事的脉络。那如果大家有看过电影的话，可以去理解这部电影的脉络。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在创造这个时代电影的时候，寻求这些故事脉络是很重要的啊。那我们把这些脉络组合出来之后，去表达我们要做的事情哈。当然，我们在故事也放了一点点小东西，比如说台北当时有非常多的美军在台湾认识非常多的在歌厅或者是在一些 pub 里面唱歌的女生，她们有了情感，生下了一些孩子之后，她们就回美国，生下很多的这个混血儿。那我们也放在这个故事里面。总之，在填调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还甚至填调了当年有没有下雪。那年刚好是大雪，在河湾山上大雪。总之，这个就是我们在形成这个影像故事的时候，不像一本小说，它可以帮你整理好多。你按照小说去拍摄的时候，你只要按照小说的这个故事内容去写，你就可以把这个故事说出来这样子。可是，当我们要重新做这个剧本的时候，我们就必须重新找这个脉络，去把它编织出来哈。所以那张照片里的我们，其实就是这样子形成这样一个故事。这样，我们从一个历史的大脉络、大方向里面去寻找小人物来写成这个故事这样子。那传中要不要再解析一下星空下黑潮岛屿这样的一个故事？你们去填调这些所谓的当年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们有找到什么有趣的脉络？还有当然很重要，我们还有医学，我们还要找到什么样当时的医学怎么完成的状况？对，就是其实星空比较单纯，就是刚刚哥讲了非常多跟那个时代有关的，然后其实我看的也是非常的向往，但因为星空下黑潮岛屿它基本上就是发生在绿岛本身，然后绿岛就像我刚刚讲的，它就是这个非常荒芜的小岛，什么东西都没有。那我们一开始在写剧本的时候，也是从非常编年史的，就是1951年5月17号上岸，然后中间开始有一些整顿，然后因为吃不饱，所以大家都生病，然后生病完之后，那时候为什么会发觉有医生？大家知道为什么会发觉有医生吗？是因为大家都生病嘛，就大家都吃不饱，然后因为在疾病面前是不分种族的。你是不会说因为你是军人你就不会生病，没这回事。可是
他们到时候发觉，哎，为什么人犯都不会生病，然后军人生病一大堆，就生病，然后军人的军医又不会治病，因为军人的军医只是一个国防医学院还没毕业的人过来当军医而已。对我那个插播一下，因为当年其实，在那个混战状况下，到绿岛的人，其实你过去可能是医学院毕业，可是你根本没有实际经验，就被抓来当兵了。对，所以他其实在那边，他也没有实际的操作经验。是，就他们没有实战经验，所以真的生病过来，他也只能够给你开抗生素啊，就这么简单。对，可是他们发觉，哎，只有医生会生病，人犯不会生病，然后人犯都身体壮壮，不知道为什么。那想说是因为每天都有出去劳动晒太阳吗？到时候发觉其实是因为人犯里面有医生，人犯里面的医生会专门帮人犯治病，所以人犯只要生病了，就会去找第几中队的谁谁谁，那个医生就会帮你负责开药跟负责帮你救治。他们到时候发觉之后，哦，原来有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到时候才慢慢的去相信，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他们都把所谓的人犯当作是一个毒蛇猛兽。就是他们觉得说，你千万不要碰他们，你碰他们的话，你可能会被同罪。但就是到时候发觉，如果不跟他们一起合作，搞不好军人都会死光光。所以他们到时候就跟人犯一起合作，甚至为了那群人犯医生盖了一个医院。然后这个医院从一开始只有救治人犯跟军医，到时候慢慢就扩展到整个绿岛的医疗系统。对，然后我们一开始是按照这样子的编年史的方法去写，就是生活不好嘛，吃不了东西，所以去种植物，然后病都好不了，所以去盖医院，然后小朋友都没有受教育，所以盖学校，然后中间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就是用很编年史的方式在描写中间发生的事情。可是写着写着就觉得好像回到了一个我们在处理所谓白色恐怖的一个窠臼，就是看起来有点控诉。即便我们觉得说没有，我都是按照史实在写，我并没有想要控诉什么。但某种程度，你去呈现那一块的样貌，它在某一些族群或者在某一些观众面前，它就是一种控诉的表现。那但我们一开始也没有想通这件事情。然后《星空下一找岛屿》第一版不叫这个片名，叫做《绿岛先生》。先生不是 Mr.， 先生是神圣的意思。所以绿岛先生某种程度就是说，在绿岛的医生们那一群医生们的故事，这是第一版。然后因为我们中间碰到疫情，碰到我们的金主撤资，所以我们曾经停拍半年。然后在这半年当中，就是幸好有汤哥就是找了客家电视台，然后找了客委会，所以我们才有办法到时候客家电视台继续投资，我们才有办法继续把这个案子做下去。然后因为客台进来了，多了一个语言就是客语，然后再来就是很多我们那时候想做但不想做的东西，突然可以做了。然后那时候切入点就开始，我还记得就是我们有分2版嘛，然后曾经找过2版的演员。第一版的演员每次要来读本的时候都是那种，哇，我们今天要来讨论一场非常严肃的戏，然后这个军官要怎么样面对那个人犯，然后中间又有什么控诉的事情。对，那每次在读本的时候都觉得好像是上帝时刻，然后上得非常的沉重。虽然说专业还是专业，但是觉得很沉重。可是到了第二版我们的切入点是什么？因为他们都是医生啊，他们不止医生，他们有土木专家，他们会盖，就是把绿岛唯一的水源流麻沟截弯取直，盖水坝储水，大家可以去做灌溉，甚至可以当作是民生饮用水。还有音乐家，对，还有音乐家，就是胡乃元，就是国际强权胡乃元的爸爸也在里面。对。然后我们一讲着就觉得哇，这不就是马盖先吗？我不知道听过马盖先的有多少？应该有吧？对，应该还是有，对不对？马盖先应该是我们这个年代就是那种济世救人的一个典范。对，我想说，哎，我们好像可以不用再走第一版的路线，我们可以往每一集都发生一个问题，然后每一集都解决一个事件，用马盖先的方式，因为物资真的非常的稀少，少到就是你能够想象，我们的第一集阿贵脚伤，这是真实事件，就真的有一位人犯，他在追捕的过程当中被宪兵打了一枪，然后一抓到之后，马上就送到绿岛，可他的脚上没有痣，所以当他到绿岛的时候，他整个脚就是溃烂，然后整天在营舍里面叫啊叫到就是整个人犯都受不了，军医就把他丢到门廊边，就禁止他再去影响其他的人犯，可是没有人治他啊。那但是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去救他的话，他真的就会这样子，就是腿溃烂，要么割掉，要么就是败血症死掉。
然后是真的有医生在现场，他们用什么方法治不可考，因为我们经过口述历史，我们只知道那群医生们帮这位人犯帮他的子弹取了出来，然后帮他把脚伤给治好，我们只得到这样的资讯，但他具体是用什么方式来治，我们不晓得。但也是因为这个不晓得，让我们的虚构的能力就有办法进来，所以我们到时候是加了就是一场很紧张的手术戏，因为不能够被军人看见嘛，因为被军人看见你在营舍或在什么地方动刀动枪的，那大概就是马上送回台湾政法了，所以他们必须要偷偷的做，他自己的器材怎么来，手术怎么做，就所有的东西都必须要透过编剧去把这场戏把它给编出来，但编也不能够乱编啊，所以我们所有东西都有一个医学顾问跟我们在那边 brainstorming。好，现在有什么？现在厨房有什么东西？然后宿舍有什么东西？野外有什么东西？你只能够用这里的东西来帮他把脚里面的子弹取出来。所以每一次编剧会议都很像是一个金字塔考验，就给你一个难题，但你的东西只有这样子，你要怎样去变出可以去执行现在这个手术的方法？这种手术我们也去问过现在医生，现在所有的医生都说不可能做到。为什么？他说你不可能做，因为你一做一定死，因为会败血症，因为会细菌感染，就是病人死掉的几率很大。可是你想想，在那个时候你不做，就只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死掉。那你做了，你最起码还有10%的生存率可以生存下来。那请问你做不做？做啊！为什么不做？我不做我就死了对，所以我们这种恶从胆边生，就每一集就开始大胆的去想象，第一集是脚伤，第二集是剖腹产哦，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菜刀的情况之下，你怎么剖腹产？我问你，你自然产搞不好都有风险了，还是剖腹产？然后第3集鼠疫，然后第4集心脏按摩、心脏马杀鸡，就是我们每一集都在给医生出难题啦，不管，反正我觉得有一个医勇的题材，这边心脏马杀鸡，然后下一个剖腹产，然后东西只有这些，你自己去想办法，对。所以每一集医生都被我们搞得晕头转向，但也就变得剧本都变得非常的好玩。所以第一版的剧本，演员每次坐下来就说：“好，我们今天要看这个人犯要怎么样被军人用。”每个人都愁眉苦脸。可是第2版的剧本，每个人都带着那种惊喜的眼神来读本。哇，我这边要开始做手术了，我等一下要干嘛干嘛。每一个人的眼睛都是冒亮，就是冒金星的，就是说我这一集要怎样去做我马盖先的一个部分。那我觉得这也是切入观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法，就是如果按照第1版的做法，它可能会变成另外一部控诉的白色恐怖的电影。但这个东西对于观众接近，甚至是我们所谓年轻观众想要去亲近这样子已经有70年的历史题材的进入门槛到底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现在我在思考的东西就是说，我是在做一个史实的东西没有错，但我讲的不是历史，我在讲的是人。我在讲的是生存，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要怎么活下来？生存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面临的问题。我觉得这东西也就是跟人有所共鸣的一个主要的话题。然后，因为我们题目有一个叫做文化厚度跟进入性门槛，我觉得我在做的时候，我没有打算想要给你太多东西，因为对我而言，电视或电影或影视作品，它就是个娱乐。我觉得不要喧宾夺主，电影是干嘛的？你今天工作一整天了，好累哦，买个300块的电影票进去，无脑的让你来带着我走，眼睛视觉刺激，视觉高潮，然后蹦蹦蹦，完了，我爽完了，我至少可以发泄一点点生活上面的压力，我不需要再到电影院，我打开电视还有人跟我讲说一些教中教校的东西，好像不需要，但就只有这样子吗？好像也不见得。我一直记得我看完光州事件的，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之后，我看完之后，我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是打开 Google 去查光州事件。我是一个台湾人哦，我看了韩国电影之后，我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是自己去 Google。在电影里面，他没有跟我讲太多的细节，他只有跟我讲一个计程车司机因为自己一个所谓身为人的良知，我要怎么样去帮助那些被困在里面的人救出来。我被这件事情所感动。看完之后，满腔热血的去查这件事情。我觉得电影要做到的就是这件事。我先把娱乐做在前面，我先降低门槛，让你进来。你被这些声光效果、被这些角色、被这些剧情所感动完之后，
最后诱发你自发型的去寻找、去探索、去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我觉得这个东西才叫做完整，而不是在这个剧情里面就大量的给你很多很多的资讯，你该怎么想或干嘛干嘛。我觉得这不是我操作的方式，所以我们在第二阶段就是用了很多马盖先的东西，其实然后再加上五虎将，我们就找了台湾不管是新生代还是中生代都是很受欢迎的演员，吴念轩、曹佑宁、黄河、夏腾宏，然后还有大家都认识的那个世贤大哥。对，为的是什么？就是这群人他们也年轻过，他们被抓进去的时候不是18岁就是22岁，非常非常的年轻。对，不要因为那一张老照片，你会觉得这个历史的人物都感觉很老，即便幸存下来的受难者，他们现在的确都90几岁，但他们在发生事情那个年代都是年轻人，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年轻演员的力量，透过一个比较通俗的故事方式，吸引观众进来。我一直觉得戏剧不是教科书，戏剧是观众通往真实的一个中继站。我引荐了你这个议题，你感兴趣之后，你再自己去挖掘。我们不教你几年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教你任何的资讯。你先被我的故事感动，你想要知道更多，你再自己去找。对我而言，戏剧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好，那王师，你因为你长期在做行销嘛，那从你来看，当一个现在台湾其实这半年我们其实挺兴奋的，就是台湾破亿的片子一部接一部，阳光女子，然后泥娃娃，然后大萌。那我们其实96分钟，其实我们知道说，其实影视内容产业其实它当然会需要观众啊，但以我们来讲，我们怎么去就你的观察来讲，我们怎么从我们想要表述的内容跟观众的距离可以拉得更近？从你行销角度，你大概会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跟处理？跟在技术门来又怎么去安排呢？好，我觉得汤哥的这个题目可以延续刚才传宗导演分享的。我们曾经台湾其实有一群非常具有使命感，然后具有热情，然后希望把很多很重要的理念透过影视作品传达给观众的创作者。但这里面就牵涉到了一个策略问题，就是如果一开始你把议题放得很前面，然后就这个义愤填膺然后这个怒目圆睁的时候，大家其实会害怕。好，就是怎么样把我们常讲说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情是，第一件事情是把你的钱变到我的口袋里，第二件事情是把我的想法装到你的脑袋里。好，所以我们拍一部电影是我们希望同时可以赚你的钱，但是又把我的想法传达给你，让你接受。就像传宗讲的，就是影视作品它还是回归到，就是如果你能够希望做到最大的传播效果，它能够要被更多的观众所理解、所喜欢、所打动。我就举一个例子，大萌许多电影圈的朋友看完都觉得他的 ending 应该停在方玉婷跟9m88抱着曾静华的骨灰走进那个送葬的那个乐仪队里面，然后走进大萌里，他们觉得这个很诗意、很惆怅，符合片名很悲伤。这个就是电影圈常犯的毛病。一般观众希望看到赵公道没有死，所以在这一段结束之后，倒数第二段是潘丽丽，也是长大之后的阿月的角色，看到新闻说六张犁那边乱葬岗有非常多当年白色恐怖处决没有名字的受害者，然后他请他的女儿，也就是宋云花扮演角色，帮他找到那个名单。他听里面没有赵公道，若有所思。再过了几年，场景到了医院，好，然后听到这个医院喊赵公道，他一转头看，哇，两个人泪眼汪汪。他说你没有死，他说对，关了25年。观众到那个时候情绪溃堤，那个情绪其实不是只有悲伤，而是说知道你还活着真好。然后最后赵公道把一个跟张年长得很像的手表还给他，好，尽到了最后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心愿。所以我觉得就是对观众来讲，观看一个影视作品，都希望能够让他在结束的时候处在一个被疗愈的、感动的、有希望的、正向的一个情绪。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只是一种
讨好观众，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我觉得创作者的某一种对人的一种慈悲跟同理。然后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返校当年做到了2.6亿票房，我觉得非常非常感谢赤足创造了这个游戏，因为如果我们想，如果当初没有这个游戏的时候，假如今天有一个编剧告诉你，我要写一个结合白色恐怖跟师生恋还有校园闹鬼的电影的时候，人家觉得是什么神经病乱七八糟的电影，可是 IP 的魔力就在这里。赤足用这样的一个故事做了一个很棒的电玩，他在年轻人熟悉的电玩的领域里面先红了之后，被影视创作者看到，我们觉得这样的题材的结合有趣有机，而且已经取得了成功，所以我们顺着这样的一个成功，用影像化的方式把它描述出来。所以我觉得就是再严肃的故事，它都要必须去绞尽脑汁想，怎么样能够吸引更多的观众对它产生兴趣，进而达到了一个不管叫做桥梁或传送门的角色，让观众因为这个影片不管是90分钟、120分钟，看到有兴趣之后，去阅读更符合史实或更详尽的资料。好，因为大家可能今天来看书展，一定是对于阅读、对于观赏所有以内容最创作物来作为媒介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会喜欢看书啦，可能喜欢看内容。那其实刚王世成这件事情，我刚刚也提到一下话外之意这个片子。话外之意这个片子，其实我们那时候在做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这个护士啊，他以前在开刀的时候，开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发现旁边有一个，什么是口音不太一样的人，他就觉得这个人开完刀之后，他就问其他的人说，刚刚那个开刀是谁啊？他怎么没碰过？他就说他是菲律宾的一个医生这样子。后来只是这个小小的概念触发了这个编剧他决定把这个故事写出来这样子。那也知道就是说，像我们台湾对东南亚的这些朋友们，今天刚好泰国哈，今天这次很大，他们其实我们大家都会有一个距离感哦，因为他们大部分不会出现在我们的真实生活当中。那除非你家有看护，除非你是跟工厂合作，或者是你真的住在桃园或者火车站，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些东南亚的移工在你身边。所以我们就决定做一个探讨台湾这个移工的问题的故事。那过去在探讨移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陷入说，移工在台湾多么辛苦啊，然后他们可能都是工人啊。可是我们想要翻转它，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角色，他是一个越南的医生，他因为他的妈妈在台湾，工作赚钱，让他念到大学毕业，所以呢，他才能够成为一个医生。可是他妈妈因为跟他的这个雇主非常要好，所以在出事的时候呢，他们还是决定留他下来。可是他的儿子就必须来台湾照顾他。那这个越南医生来台湾看他妈妈的时候呢，他又发现台湾的这个医疗系统虽然很发达，可是呢，还是有一件事情是没有办法做的，就是你没有台湾的医师执照，你不可能执业，对不对？然后呢，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重大像八仙尘爆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医生，你旁边各种病人，你即便是一个你是不能在台湾执刀执业的医生，你怎么办呢？你是要基于人道主义，跨过那个法律的门槛去救，还是说你就是看这些人见死不救？明明你有这个功能，所以在情理法之间怎么去看这个角色，就出现了话外之意这个故事。那我们这个小说也写出来了，大家可以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其实刚刚回应这个王师讲，就是说或者是传总讲，其实我们这些创作者常常在想象故事的时候，确实会，我们都有一道自己的累积的方法。比如说，我们会常常看报章杂志，从时事去截取一些东西。像我就有一个习惯，我大概每天打开新闻，我要是当天的新闻，我都会把我喜欢的故事把它分类出来。如果他是客家的，他是原住民的，或者是他是移工的，或是谈医疗的，或是谈法律的，我自己会做一个简单的整理。然后呢，当我要开始我要做一个题材的时候，我就会去把这些东西再捞出来看，这样子哈。那这是我在创作上常常会进行的工作。这是还是一样，如果你是一个小说家，或者你看一部小说，他们有一个小说的一个基底在创作的时候，他应该也有这样的一个脉络，要找到一些故事的原型跟样态哈。即便是虚构的小说，或者是所谓的比较情爱的小说，像
台湾社会大概台湾的出版社跟社会上的这个脉动，可能也许会脱离一点，但我们确实在创作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从中找到一些可能性，这样子哈。好，那因为好像剩下一点时间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回答一下；没有的话，我们就要各自说结尾了，因为没想到只有1小时，其实我应该可以讲5小时了。好，那有吗？有没有对于我们各自的创作有一些想象跟想法？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也许在最后的时候，我们请我们大家来谈一下，就是说，对台湾整个社会，因为今天他是谈大历史，可是对我来讲，台湾整个社会、台湾整个时代的背景，甚至台湾整个定位，都可以变成戏剧。像比如说《人选之人》，他谈到他很从一个台湾在这之前，台湾很少用这么选举的方法去谈一个故事哈。那我们画外之意是用这个从一个海外的角度来看台湾社会的移工哈。那我觉得这些故事都提醒了我们，其实台湾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故事题材。那想看看最后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会在面对这个台湾社会这种议题的创作的时候，你们会有什么想法？它可能是形式或是类型的。你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接下来你们想安排的事情？因为传中也拍了一个真人实事改编的，叫《我们6个》。对。好，我一直觉得影视作品是提供所有人看到同温层以外不同世界的一个窗口。对，我之前拍了很多的人生剧展，然后人家问说你为什么都要拍人生剧展？对，然后人生剧展又是在一个相对比较没有那么追求那个收视率的频道，就是公共电视。对，但我觉得我之前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的拍，然后我也不知道拍的有什么意义，就除了拍了，然后讲了一个故事，然后是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不管是老汉儿的故事、失智症的故事，或者是所谓那种安宁照护的故事，都拍完就拍完了。然后他有什么收获？等于说我种子撒出去了，但他有什么回响我不晓得。但直到最近有一些人陆陆续续的，因为在其他的频道看到说，我当年就是因为看了你的，我的阿嬷是太空人，我看了你的，趁他还记得，就是理解了，其实比如说趁他还记得是一个在讲孙淑妹饰演一个照顾然后那个失智症老妈妈那个的故事，然后他在看到这个故事之前，他一直觉得他是全世界最辛苦的人。没有人知道他的痛苦，可他在某一天打开电视，他发觉其实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角落，有人做着跟他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且在里面这个故事带给他了一个新的出口。因为我们那个故事最后给了一个光明的结局，就是说，虽然说照顾失智者那个很辛苦，但总有一些回光返照的时候，会让你觉得他还是我的亲人那一种光明的力量。他说，就是因为那个结局，让他有更多的力量，可以继续跟着生病的亲人们继续打拼下去。然后说听了我自己觉得很感动，就是我在拍的时候，我也没有打算有任何的预设立场，我想要改变什么。说实在也改变不了，因为它就是发生了。但如果有人能够真的因为看了这些东西，然后不管是在生活上或在未来上面有一些新的想法或启发，我觉得这东西就是影视作品最大的功用。对，我觉得其实我们做影视作品，其实也希望说，这个尤其是我们这种，我们有时候说我们是社会派的，就是我做的一些就是社会有点社会派，它确实需要那个影响力，可以互相在彼此人与人之间产生一些共鸣。像做娱乐距离或者火神的眼泪的时候，其实也像火神眼泪最棒的是，那时候很多人民众就送那个饮料便当到消防队去，像这种很温馨的活动是来自于我们作品的力量哦。那王师这边就是更多的是纪录片的东西，对不对？我知道时间到了，纪录片的东西，那对你来讲就是说一样，我们这种纪录片对于像你最近这几年安排的一些纪录片，它真的在大众眼前产生了什么样的力量？这鼓励着我们愿意再继续往下走，也让民众愿意来参与这样的工作。好，我举一个例子，我去年发行了一部纪录片，叫做《造山者世纪的赌注》，导演萧举珍，他讲的年代其实跟汤哥刚传东导提到1970年代台湾风雨飘摇的年代，当时的行政院长孙运璇以及许多参与国家政策制定的这些财经界的大佬，派了一群非常年轻30左右的工程师到美国 RCA 去学习什么叫做半导体，才奠定了今天台湾半导体世界领先的一个位置。
中间的过程充满了颠簸，以及许多不能输的压力。许多到现在已经70、80岁，身价数十亿、上百亿的企业界的老板、各界老板看了之后泪流满面。好，就是一样，就是筚路蓝缕。我们有今天，绝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里面有很多的惊险，有许多的不容易跟前人的付出。所以历史从来不是过去，它会连接到当下，并且帮我们指引未来。对。好，时间的关系，其实我最后要讲的是说，我每次翻一本书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这个人到底是累积了多少的智慧跟想法，才能够写成一本书。所以我愿意持续买书，也是因为这样子，因为我买的是他的智慧。一本书300、400块并不贵，好，所以大家可以支持出版。那其实我们拍摄电影也是一个电影的预算可能非常非常高，可是我们可能会花了3年、4年、5年、6年、7年才能做。至少我跟韩忠都是这种3年、5年、7年的作品。那也希望大家从自己的生活里面拨一点时间去认识我们的创作，然后用这些创作产生一些力量，不管是对你或是对你身边的人发生一些影响力。我想这是我们做内容创作很重要的一块，很重要的一个动力，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大家一起参与，谢谢。谢谢。这个书可以去买一下，这个是时报出版的《星空下》，还有这个是印刻出版社的哈，谢谢。先放旁边吧，收银员还没来。